進入想瞓覺嗰陣啦嘛。如果上帝聽到我哋咁樣，你覺得佢會點啊？再嚟一次好唔好？我哋俾最佳嘅狀態好嘛？咪一間何長老都會瞓住啫喎。好，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好。好。啊，俾掌聲你自己好嘛？感謝主啊！好，咁咧我哋先溫馨提示啦，大家如果你手機啦，我就會發出聲音嘅，我哋咧校震機啊，將個聲音咧關掉佢。好，我哋請大家起立。我哋今日嘅聚會係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開始嘅。聽我讀出經文：萬中的萬族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都歸給耶和華。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的榮耀歸給他。拿供物嚟進入他的院宇，當以聖潔的裝飾敬拜耶和華。全地要在他面前顫抖。我哋一齊咧嚟低頭祈禱。慈愛巴天父，我哋最尊敬嘅耶和華，感謝你，感謝你咧將你獨生兒子賜下俾我哋，救贖我哋。再多謝你，讓我哋今天仍然有健康、有喜樂、有盼望、有跟隨你嘅腳步、堅定嘅心。特別你教會裏邊嘅領受你嘅話語，同埋咧我哋咧通過敬拜咧嚟到去讚美你，願神去悅納我哋所獻上嘅一切。主願你咧嚟到去祝福我哋眾人，今天咧嚟到去領受你教導我哋嘅話語嘅時候，成為我哋生命、生活、工作、家庭裏邊一個個根基。願主嚟到祝福我哋，將我哋所領受嘅能夠去帶到澳門社區，祝福我哋身邊所認識嘅人。願主咧嚟到去拯救整個澳門，祝福我哋咧澳門咧成為神你所喜悅嘅一個社區。多謝你主，聽我哋同心合意喺你面前嘅祈禱，我哋咁樣交託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好，我哋邀請敬拜隊同我哋一齊咧去帶領我哋嘅讚美。大家早晨，醒未啊？醒未啊？頭先宣讀經文裏面有一句，我哋要攞供物去到佢院宇喎。你有咩供物帶咗嚟啊？頭先食晒啦，係咪啊？你自己算唔算？good， 自己咪係供物咯。你要擺上去個壇前去敬拜神嘅時候，你係會好高興啊，還是俾你啦？咁樣咧，係咪？我哋嘅態度，我哋嘅行為係已經話咗俾我哋聽，我哋對神嘅嗰種嘅態度同信心，係咩？我想問下，今日晏晝我哋已經有一場嘅培靈會，有邊個係喺度啊？舉舉手，參與咗，哇！超過一半嘅人有多啊！你哋有福啦，我都不在場啊，正唔正啊？正。今日正唔正啊？正啊嘛！見知我就見到你哋分享啫，分享我見到大家都好投入喎。好啦，咁既然今日都咁正啊，你信唔信今晚都一樣咁正啊？你要問神攞嘢嘅時候，我哋呢位係點樣嘅神啊？佢俾唔俾你㗎？俾，願主嘅靈充滿我哋嘅咩？我能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
成为神国
面5位嘅弟兄姊妹，同佢講一句：我哋係一家人。你遇到嘅困難，也係我遇到嘅困難；你嘅喜樂，也係我嘅喜樂。我哋一同行動，5個啊，至少5個。
谦卑順服。我相信你的應許，依靠你的恩典，我甘願謙卑順服。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哋企喺度嘅，我哋站立喺度嘅當中，每一位都係神所召的人，係咩？請坐。聽我讀出經文，人豈可奪取上帝之物呢？你們竟奪取我的供物，你們卻說：我們在何事上奪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們在當納1/10和當獻的供物上。願你們通過的人都奪取我的供物，詛咒就會落到你們身上。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1/10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你們，甚至無處可用。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為你們斥責蝗蟲，不用它毀壞你們的土產。你們田間的葡萄樹在未熟之先也不能掉果子。阿們，感謝主，讓我哋有健康、有工作，能夠賺取金錢，有學習11奉獻。咁如果喺當中有新嚟嘅朋友唔知道11奉獻係乜嘢嘅，你可以坐喺你個位嗰邊。咁記得弟兄姊妹你準備好嘅，我哋會一一出嚟。另外今個5月到6月係為澳門醫療事工協會嚟到去收取奉獻嘅。咁澳門醫療事工協會係一個非牟利嘅社團，1995年就成立啦。主要嘅工作係提供醫療人員病人家屬心靈嘅關懷。喺而家嘅山頂醫院同埋鏡湖康寧中心提供義務嘅院牧嘅服侍嘅，係啦。咁我哋都呢一個袋就係我哋嘅醫療事工奉獻袋。紅色呢一個袋就係11奉獻嘅袋。咁弟兄姊妹準備好嘅就再嚟邀請阿林太，我哋就
在原嚟當中嚟去即係幫我哋嘅主，幫助我哋，將我哋嘅生命獻上，當作回贈俾神。因為我哋嘅生命都係神嚟拯救嘅，係你俾我哋嘅。揸住嗰個接我哋願意都可以獻上得主，最願意你當中嚟去打主。無論呢啲金錢，我哋嘅時間、生命，每一樣嘢都係神嘅賜俾我哋嘅。最高嘅唔止係嚟到即係立我哋，最就為到即係出面嘅事工，就係醫療事工或者係差傳事工，每一項都係神嘅愛，即係喺我哋當中，最因為你先愛我哋，以至我哋學識點樣去用你嘅愛，然後去服侍，主啊，即係我哋當中，即係幫助我哋嘅主，建立我哋嘅生命，嚟到喺教會裏邊用你愛嚟建立教會。主啊，要讚美你，我哋咁樣祈禱，奉耶穌名求。好，我哋今日嘅講道嘅講題，教會中鄰舍的服侍，經文呢係羅馬書15章1至到7節嘅。嗱，咁我哋呢啲聖經呢喺我哋嗰個凳嘅背後呢有個套，嗱咁呢有聖經喺度嘅，係羅馬書15章1至到7節，慢慢唔使急。好，咁我哋揾到就一齊讀下，1、2、3。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待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但願仁慈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於神。好，我哋呢邀請何長老，咁我哋簡單介紹下何長老個過往喺台灣呢，原來已經係建立咗教會20年啦，係啦。咁咧去咗非洲咧去宣教7年，喺2012年嘅時候咧回到山頂醫院咧嚟到去做醫生啦，同埋去喺澳門咧一路都去建立教會嘅。感謝神，我今日先至問到劉傳道，我以為何長老啱啱喺非洲翻嚟，點解咁白嘅？我又翻咗嚟好耐啦，咁樣係啦，咁啊感謝何兆雄宣教士啊，我哋正道。非洲唔係個個都黑嘅，北部嘅非洲係白嘅，埃及人等等。好，我哋今日講嘅題目係教會中鄰舍的服侍。教會中嘅鄰舍服侍咧，我哋正話讀嘅聖經係羅馬書15章1到7節。呢度就係喺第2節裏面出嚟咗一個名詞。我們個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當我哋讀到呢一節嘅聖經嘅時候，到底呢個鄰舍係指乜嘢咧？係值得我哋考究嘅。
當我哋讀到呢個鄰舍，第一個諗到嘅就係加利鄰舍。呢個係可能嘅解釋。但係咧，當我再繼續思想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全本聖經嚟講，羅馬書寫到第15章啦。我哋都知道啦，羅馬書從第1章開始就講福音嘅，大概用4章左右將福音話咗俾我哋聽。咩叫福音？福音就係神嘅義喺福音裏面顯明出嚟。然後到第5、6、7、8章嘅時候啦，我哋因信稱義之後，繼續要走嘅路，繼續要走嘅路就係因信成義。簡單嚟講，呢個係第6章16節或者18節唔記得啦所講嘅。好啦，到90、11章，主要係講猶太嘅歷史啦。以後到後尾，猶太人全家得救，所以係插入嚟嘅一段。保羅話俾我哋聽。然後到12章開始就講到侍奉，我哋要點樣侍奉神？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獻俾神，係神所喜悅嘅，而且係理所當然嘅。如果我哋睇第12章開始就講侍奉嘅。但係講呢個侍奉，最先提到有恩賜啦，然後咧冇幾耐，好快就進入到一種嘅服侍，係我哋好少注意嘅。而呢個進入到嘅服侍叫做人與人之間嘅服侍。所以你睇到羅馬書嘅12章開始講完呢個恩賜之後啦，有身體又有不同嘅肢體唔係一樣嘅用處，然後到冇幾耐就講到人與人之間嘅相處，人與人之間嘅相處。譬如佢話：你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然後又話俾我哋聽，我哋嘅仇敵，如果係餓啦，你就俾佢食。如果渴啦，就俾佢喝；如果頸渴，就俾佢喝飲水。呢啲係乜嘢嘅侍奉呢？就係保羅話俾我哋聽嘅侍奉，但係我哋教會一般嘅教會缺乏嘅侍奉。呢個侍奉叫做人與人之間嘅侍奉，呢個侍奉叫做愛心嘅侍奉。但係我哋諗一諗，我哋喺教會注重嘅係乜嘢嘅侍奉呢？係睇得見嘅侍奉。睇得見嘅侍奉，唱詩、領詩、詩會、講道，全部都係。但係有一種侍奉睇唔到乜滯，就係愛心嘅侍奉，係對人嘅侍奉，唔係淨係對神嘅侍奉。但係對神嘅侍奉同對人嘅侍奉係連埋一齊嘅。聖經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唔能夠愛看得見的弟兄，就不能咩啊？愛看不見的神。所以原來侍奉人就係侍奉神的一種，但係我哋呢個係忽略嘅。好多嘅教會忽略咗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人要服侍人，呢個係聖經講。所以你讀完12章之後，13章係講到社會嘅關係，我哋跳過去就到14章。14章係講到信心軟弱嘅，你哋要接納，又係講到人同人之間嘅關係。信心軟弱嘅，邊個係軟弱嘅？我哋都認為係對方，唔係我哋。但係事實上，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軟弱，冇一個人係剛強。所以我哋要學習就係接納所有嘅人。你哋要接納信心軟弱嘅，你要接納，但係唔好辯論所疑惑嘅事，同埋唔好論斷。呢啲都係好耳熟能詳嘅教訓。但係
我成日有機會去教會講道，去歐洲好多嘅國家嘅華人教會又好，或者其他嘅地方，我發現最難處理嘅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但係呢個亦都係我哋教會忽略嘅，因為我哋睇得到嘅就係你嘅講道好唔好，你嘅歌聲好唔好，你嘅詩班得唔得？呢啲係俾人睇得到。但係隱藏住更加重要嘅就係愛心的侍奉，關懷人。我喺法國進修過一段嘅時期，亦都喺法國嘅教會服侍過一段嘅時期。然後教會嘅傳道人同我傾偈嘅時候，佢就話：教會好多過路傳道人嚟講道，有名嘅經過嘅都俾佢哋邀請咗。但係教會自己本身邀請嘅傳道人，通常唔會做超過2年，因為好容易出問題。唔係，我意思唔係傳道人出問題，係人與人之間出問題。因為歐洲係好複雜嘅，每一個國家講嘅語言都不一樣。呢個講法文，呢個講意大利文，呢個講西班牙文，呢個講葡萄牙文，呢個講荷蘭文。人與人之間不同就產生差異，就產生問題。所以聖經一路講落去，我越嚟越發現聖經裏面講嘅侍奉比較講得多嘅啦。羅馬書係其中一個。到14章係講到軟弱嘅你要接納，15章係講到教會裏邊佢話要乜嘢啊？務要叫鄰舍喜悅。咁我就諗呢個鄰舍，除咗一個解釋就係隔離鄰舍之外咧，仲應該有一個解釋。而呢個解釋我覺得係保羅語重心長話俾我哋聽。呢個鄰舍原來係喺教會裏邊，唔係淨係我哋嘅隔離鄰舍。咩叫鄰舍？鄰舍就係邊緣人。你當佢係隔離二叔婆，你冇特別嘅關心佢。教會有冇咁嘅人啊？教會有咁嘅情形發生啊？呢度正話我哋讀過嘅，我哋堅固人應該擔待不堅固人嘅軟弱，不求自己喜悅。我哋係求自己喜悅嘅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你能唔能夠將所有嘅好處又好、益處又好，全部擺喺人嘅身上，唔係自己嘅身上？呢個我哋一般係做唔到㗎。但係今日聖經提醒我哋一樣嘢，一個正常嘅教會係應該係有人與人之間嘅服侍，係應該用愛嚟到建立各人。呢度亦都講到有幾個字，一個係擔待，一個係接納。我特別用黃色嗰度整咗出嚟，仲有一個叫做建立，建立就係建造呢個字。原來我哋要做3樣嘢，呢3樣嘢係人與人之間嘅侍奉。呢3樣嘢未必咁顯明，你未必睇得到。但你睇得到嘅嘢，正話講過啦，詩班嘅唱詩啊，或者係講道，或者係做詩會等等，招待等等，唔係話睇得到嘅唔重要，但係教會唔係淨係咁嘅事工，教會更加重要嘅係要建立每一個弟兄姊妹。喺建立之前，我哋要接納每一個人，我哋亦都要擔待軟弱嘅人。而我唔知我哋嘅教會，因為我同你哋嘅教會唔係咁熟嚇，唔
係我好似第二次嚟講道啫，第二次。其他嘅教會啦，尤其是喺台灣嘅教會我比較熟，大部分都係中上階級嘅人比較多。我哋教會亦都係比較中上階層嘅人多。有一次我服侍教會係1981年開始嘅，然後教會成立咗冇幾耐之後咧，我哋就遇到有一個人，佢可能算係中下階級嘅人，佢係揸巴士嘅，同我哋嘅傳道以前差唔多。揸巴士，因為我哋通常係白領階級之類多啦，所以藍領階級嘅人進到嚟啦，有少少辛苦。唔係得我哋要排斥佢，我哋要接納佢，同佢傾偈。但係到最嬲尾過咗大概幾年2-3年、3-4年，我唔記得啦，佢都係要離開。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例子。我哋唔係唔接納佢，但係呢個文化唔一樣嘅時候咧，你就要好設法，我哋都好設法嚟到貼實佢噶啦，但係有時都不容易。所以你發現教會裏面中上層階級嘅教會就吸引中上層，白領階級嘅吸引白領階級。如果今日有個藍領階級嘅入到嚟咧，你點樣處理？而教會應該無論你藍領、白領、紅領、黑領，全部都可以要接受。所以呢度講到一個鄰舍，鄰舍就係邊緣人嘅意思。如果你唔理佢，佢就變成邊緣人，冇幾耐佢就走咗啦。嗱，正話我講嘅嗰一位巴士司機，我哋已經好盡心盡意嚟到幫助佢，但係到嬲尾佢都係要離開，呢個係好可惜嘅一件事。何況我哋如果唔理佢，所以教會要吸引人係每一種嘅人都要。我哋要學一樣嘢，學乜嘢？學人。我哋要服侍人。要人服侍神比較容易，因為神高高在上，我哋都好尊敬佢。但係要人服侍人就難啦。今日晏晝嘅時候講到係亞伯拉罕讓利比羅德。亞伯拉罕係長輩，羅德係晚輩，但係長輩要學讓利比晚輩。如果你係白領階級，你要學主動嘅同藍領階級嚟到交朋友，雖然係難，但係你要做得到。但係人要服侍人，我哋第一冇咁嘅觀念。原來嚟到教會有一個重要嘅服侍，就係人服侍人。係有邊個教會設立一個部門叫做服侍人嘅部門？我哋有聖樂，即係未必係我哋教會都有啦。大部分嘅教會有靈修部，有差傳部，有牧養部，或者有其他嘅好不同嘅部，青少年部啊等等。但係有冇特別分配一個部門係要特別照顧教會嘅鄰舍？教會裏邊嘅鄰舍係因為我哋冇理佢，所以佢成為我哋嘅隔離二叔婆。我哋冇理佢，佢好快就會離開，因為得唔到溫暖。但係服侍人喺教會鄰舍嘅服侍係我哋忽略，我哋注重嘅係睇得見嘅服侍，睇唔見嘅服侍係愛嘅考驗。呢個先至係神所
悅納嘅服侍。當然啦，要能服侍人，事實上有好多嘅條件，我呢度寫咗出嚟。但係真正只有一個條件，就係你嘅生命係咪成熟，同埋你知唔知呢個係神俾我哋嘅使命。所以我哋呢個係正話我所讀嘅羅馬書，先講咗一大堆理論之後就講實際啦。呢個實際就係要我哋服侍，但係先講恩賜，呢度特別黃色字俾我哋睇到係恩賜，但係慢慢就出咗嚟嘅啦，就係愛啦。所以呢度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愛弟兄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幾乎後面嗰度全部都係講愛，全部都係服侍人。你嘅仇敵如果餓啦，就俾佢食等等。所以我哋如果真係讀聖經，我哋真係將聖經擺喺我哋嘅第一位，我哋就唔好忽略聖經嘅命令。最近我哋我哋神根讀完加拉太書，加拉太書嘅主題唔係講侍奉，但係到嬲尾第6章佢仍然要講侍奉。但係點樣侍奉呢？佢話：如果有人偶然第6章第1節加拉太書，如果有人偶然被罪過所勝，你們當中屬靈的人，就要用溫柔嘅心將佢挽回來。然後後面講到大家嘅重擔要互相擔當，然後每一個人都要照顧、供應別人嘅需要等等，就係人與人之間嘅侍奉。如果保羅寫加拉太書寫咗咁多理論，5章講咗理論，第6章佢要結尾啦，因為加拉太書只有6章，佢要加上一個服侍。如果你只係用幾節嘅聖經描寫一個服侍，你用乜嘢嚟到描寫啊？如果係我哋就話希望有好口才嘅人嚟講道，希望呢樣希望嗰樣，但係保羅淨係講一樣，人與人之間嘅相處，人與人之間嘅服侍，呢個比起我哋所謂嘅服侍神更加重要，因為服侍神同服侍人係連埋一齊。好多時候服侍神係以服侍人作為表現。佢呢度一樣話俾我哋聽，羅馬書12章講到教會嘅侍奉，14章講到要接納軟弱嘅人，15章講到擔待同建造，建造就係呢個希臘文，全部都係講愛嘅侍奉。所以原來有一種侍奉係真正可以獻俾神，為神所悅納嘅，乃係將愛擺出嚟。或者我哋教會未必有好好嘅講道，譬如我正話講到嘅法國，我去呢個教會服侍一段時間，佢哋話佢哋成日請外來嘅講員，譬如有名嘅唐崇榮啊之類嘅，我哋上一輩嘅人好多都比較有名。請呢啲講員嚟講一次，因為佢哋叫佢做過路傳道人。呢啲過路嘅傳道人，就算你講得好好，都係1次2次。而呢種侍奉當然係侍奉，但係我哋自己本身嘅每一個禮拜，我哋做乜嘢侍奉，我哋獻乜嘢俾神，呢個先正係更加重要。我哋能夠獻俾神嘅只有一樣嘢，就係愛。你能夠獻咩俾神啊？
舊約嘅時候獻好多嘅祭，羊啊牛啊，但係上帝話呢啲都唔係我所喜悅嘅，千千嘅牛羊，萬萬嘅油田都唔係神所要。神要嘅係我哋向神嘅心，而呢個心就係愛。咁你話我而家愛人，愛人就係愛神。你冇愛神，你唔能夠愛人。所以愛神同埋愛人連埋一齊。我愛人就將愛獻俾神。所以呢個就係保羅教導我哋。無論係羅馬書，無論係加拉太書，你睇聖經，你越睇就越發現，我哋教會嘅侍奉好多時候離開咗聖經，但係我哋唔知道，教會一般有好多工作嘅侍奉，但係愛嘅侍奉係最需要，但係最容易忽略。所以我正話講，如果我講呢個題目，教會嘅鄰舍嘅侍奉，大家以為係隔離嘅鄰舍，當然隔離嘅鄰舍都可以係呢個解釋，但係我越嚟越覺得呢個鄰舍唔係喺社會，係喺教會入邊，係代表軟弱嘅人，係代表邊緣人。所謂邊緣人係我哋定佢嘅，佢事實上唔係邊緣人。如果一個人嚟到教會，你冇理佢，你冇用愛心嚟到對待佢，佢好快就會離開，亦都係我哋嘅損失。除咗有教會有鄰舍，仲有一個更可怕嘅，就有仇敵。呢個就係羅馬書12章20節講嘅。點解突然出現一個仇敵呢？12章唔係講教會嘅嘢咩？但係第20節突然講話：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呢個仇敵喺邊度㗎？教會。教會點解會有仇敵？因為我哋恨佢。好多時候人與人之間，只要一句話、兩句話，你就懷恨在心。你冇表現出嚟。我哋今日下午嘅時候講過，你睇唔到㗎呢個，佢唔係顯明㗎。所以我哋有時要主動去做。如果我哋心裏面有乜嘢係恨人嘅，今晚黑我哋返屋企嘅時候，求神將我哋裏邊嘅仇敵拎走，唔好有對任何你嘅朋友變成仇敵。本來係好朋友，佢講咗一句説話或者做咗一件事，你就憎佢啦。呢啲係好常見嘅喺教會裏。你可唔可以喺神面前求神幫助，除去我心裏面嘅恨？喺台灣嘅教會有一位叫做吳勇長老，佢已經過世啦。澳門嘅人未必認識佢，但係佢係全世界講道好有名嘅一位長老。佢曾經講一句説話，佢話喺我嘅一生或者大半生，佢嗰陣我唔記得幾多歲啦，年紀大概60、70都未定啦。喺我嘅一生裏面，從來冇一個人係我容不下。佢真係一個屬靈嘅長輩，係非常之屬靈嘅人，愛神嘅人，係為神拼命嘅人，到處傳福音，到處講道。你能唔能夠講得到呢句説話？鄰舍嘅產生係你唔理佢。喺教會裏邊，我哋嚟到我哋教會，每一個人你都要理佢。一陣間講嘅就係最好就係分配俾人。而仇敵就係不止不理佢，你仲恨佢，你仲嬲佢。呢兩樣嘢啦，鄰舍同仇敵啦。
我哋時常會產生嘅。原來教會產生鄰舍，教會產生仇敵，唔係淨係社會。諗一諗，同唔同意？你能唔能夠將仇敵變為弟兄？你能唔能夠唔讓教會有邊緣人嘅出現？今朝下晝我講道嘅時候，講到有位弟兄，有屬靈嘅長輩，佢講咗一句説話，佢話：我嘅弟兄打我一拳，佢仍然係我嘅弟兄。我唔會因為佢打我一拳，我就離開呢個教會。佢後來俾人都係趕出教會，所以你睇教會有時同社會差唔多，好可怕㗎。所以確實幫助我哋。如果你有心裏面嘅仇敵同埋鄰舍，你將佢變為弟兄，有時候好難嘅。你愛一個人，有可憐嘅又有兩種，一種係可憐，但係可愛；另外一種係可憐，但係討厭、可厭。大家有冇碰過？可憐有啲人呢，佢可憐佢軟弱，佢向你求助，所以你好高興，覺得我可以幫佢，因為佢可憐，但係佢軟弱，佢唔會驕傲。但係有啲人可憐，但係佢好驕傲，所以你覺得佢好討厭。我哋最討厭嘅係驕傲嘅，每一個人都係咁。你越驕傲，越乞人憎。所以有啲人雖然軟弱，但係佢驕傲；雖然唔叻，但係佢認叻。呢種人你最討厭。所以佢係可憐嘅人喎，因為佢軟弱，但係佢自以為驕傲。所以你點樣幫佢呢？你就需要求神加俾你力量，你仍然要幫助佢。佢係可憐，但係可惡，同嗰種可憐又可愛嘅唔同。我哋唔好讓教會有邊緣人同埋仇敵嘅產生。教會嘅事工性嘅侍奉，我哋都好熟悉。幾乎每個教會揾呢種人唔係好難。當然啦，好多時候我發現喺教會服侍揾嚟揾去都係嗰10零20個已經好多啦。如果你教會有30、40個人，可能10個人到，佢係願意出嚟侍奉。你能唔能夠再增加一啲侍奉嘅人啊？如果你多關心、扶持、建造、接納，我哋能夠咁樣做，教會服侍嘅人唔應該淨係嗰10零20個。事工性嘅侍奉雖然唔係所有嘅人都可以做，但係亦都不難找得到。但係生命性嘅服侍呢，我哋諗一諗教會有冇做呢種工作，而且係應該係所有嘅人都做，但係可能先從專門幾個人開始做，一定要有咁樣嘅侍奉。一個保羅喺呢度話：我哋堅固嘅人應當擔當不堅固人的軟弱。咩叫做堅固人？就係擔當不堅固人嘅人，叫做堅固人。咁反過嚟，你唔擔當不堅固人嘅人，你就唔係堅固嘅人，明唔明啊？所以我哋係咪堅固嘅人呢？如果你係擔當不堅固人嘅軟弱嘅話，你就係堅固嘅人。否則嘅話，我哋就冇辦法成為所謂屬靈嘅人或者堅固嘅人。所以原來我哋堅固，我哋如果認為自己係堅固嘅人，我係教會裏面屬靈嘅，我係信咗主比較耐㗎，
你做乜嘢先正代表你係堅固人？你就去服侍嗰啲不堅固嘅，你就服侍軟弱嘅人，而且係又軟弱又討厭嘅人。你能唔能夠專門揾呢啲人嚟到幫助？以前我哋喺團契嘅時候做一啲嘅叫做遊戲又叫做活動啦，就係我哋叫做小天使活動，唔知你哋有冇做過？每一個團契裏面分配，譬如張三，我分配你4俾你，但係你唔好話俾你4聽，你係佢嘅小天使。你注意佢幾時生日，送一個生日卡，譬如咁樣講，或者幫助佢有啲咩難處，然後分配好。呢個係遊戲，亦都係活動，亦都係團契做㗎。但係我覺得教會亦都應該主動做呢啲嘢。堅固嘅人唔係淨係出嚟參加詩班，或者係其他嘅事奉，而係要分配軟弱嘅人俾佢，要將軟弱嘅人建造起上嚟，要將仇敵化解成為弟兄。佢哋係可憐嘅人，甚至係討厭嘅人，都係我哋應該服侍嘅對象。耶穌講一句説話：如果我哋淨係愛嗰啲愛我哋嘅人，有乜嘢嘅益處呢？就是罪人也是這樣。如果我哋唔識得愛嗰啲討厭嘅人，我哋同罪人一樣。呢個係耶穌講嘅説話，係路加福音。馬太福音係講我哋就同稅吏一樣。所以有3部曲我哋要學習嘅。人與人之間嘅服侍，第一個係接納，接納咗佢就冇鄰舍嘅產生。第2步就係擔待，佢係一個軟弱嘅人，無論佢係可愛嘅軟弱人，定是可怕嘅軟弱人，你都要擔待佢嘅軟弱。然後第3個步驟要將佢建造起上嚟。佢本來係不堅固嘅人，你要將佢建造成為堅固嘅人。但係我哋好多時候撞到呢種人係用論斷嚟到取代接納。論斷係最容易，但係論斷聖經話俾我聽，我哋唔係神，我哋係冇資格論斷人。就我哋最中意論斷人，而且好多時候背後講嘅。成日撞到㗎，背後講人壞話，背後論斷人，好似我叻過佢好多。事實上，我哋大家都一樣，都係軟弱嘅人。所以我哋要做一個好撒瑪利亞人嘅服侍，求神俾我哋成為呢種人。大家記唔記得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啊？嘅路加福音第10章。有一個強盜從耶路撒冷走向耶利哥，有一個人啊，被強盜打得半死。耶路撒冷係高嘅，耶利哥係接近死海，係好低嘅，從高到低。然後有祭司經過唔理佢，因為我要服侍，我唔得閒。第2個利未人經過又唔理佢，因為我要去獻祭。我哋好多數嚟嘅藉口㗎，我唔得閒理你，但係佢係最需要幫助嘅人。結果有個撒瑪利亞人，當然耶穌特登話俾我哋聽，你睇唔起嘅人做得到，你嗰啲屬靈嘅人做唔到。
所以我哋唔好以為自己好熟靈，我哋要做撒瑪利亞人。撒瑪利亞人食飽飯冇事做咩？如果你睇佢嘅過程，佢唔係食飽飯冇事做，但係佢願意放下佢自己嘅工作目標，先將呢個被強盜打得半死嘅帶到去酒店裏面，然後擺低銀紙，叫酒店好好照顧佢，然後佢去辦佢嘅事。所以教會裏面嘅服侍就係撒瑪利亞人嘅好撒瑪利亞人嘅服侍，呢個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能唔能夠有咁嘅使命？講到一般教會嘅事工嘅服侍都係揾堅固嘅人，所以我哋如果係咁樣做咧，事實上有一個副作用，你全部揾，譬如我哋呢度有40個人，我唔知幾多人啊，假設，我就揾嚟揾去都係10零20個。一方面我哋覺得你揾事工嘅就揾到堅固嘅人，嗰啲冇俾你揾到嘅人咧，你唔係叫佢做不堅固嘅人，但係好自然佢就覺得我係不堅固嘅人，所以你唔揾我。所以有時我哋做嘢揾咗某一啲嘅人做，冇揾其他人做，都會有 side effect， 都要有副作用。所以好難做人㗎有時，但係我哋要學一樣，每一個人我哋都照顧到，每一個人都應該侍奉。所以我哋有一種侍奉就係愛嘅侍奉。所以如果嗰啲你成日都唔揾佢嘅人，你要設定目標，揾特別嘅人嚟到去關懷佢、鼓勵佢、建造佢、接納佢，讓佢成為堅固嘅人。呢個係教會要做嘅嘢，讓教會唔好產生任何嘅仇敵同埋鄰舍。而呢一個第一步我哋要做嘅係從自己做起。我覺得老實講，我哋每一個人多多少少心裏面都有啲仇敵，有啲人我唔中意，同一個教會一樣，睇唔過眼某一啲人。你有幾多嘅仇敵，你需要求神你將佢清除，否則你就落喺自己自設嘅監牢裏邊。你一恨人嘅話，你自己唔會安樂。如果你係好似我正話講嘅吳勇長老一樣，係一個完全可以容得下任何人嘅，你係活得喜樂，你係真正滿足嘅。所以我哋晚頭一返去，求神將我哋心裏面嘅仇敵除去。每一個人都應該成為堅固嘅人，幫助軟弱嘅人。呢個咧，我哋或者對約伯呢個人我哋唔係咁熟啦，所以我哋就稍微快啲講啦。約伯喺約伯記31章係講到佢嘅服侍。約伯記係我諗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係基督徒，係一個好敬畏神嘅人。上帝喺撒旦面前誇耀佢，佢問撒旦，佢話：你有冇喺地上揾到睇到我嘅僕人約伯啊？喺地上冇一個人好似佢咁完全㗎。呢個係上帝印證嘅約伯，佢係敬畏神。你喺第一章睇到佢又獻祭，又將佢嘅兒女帶到敬畏神嘅地步裏面。我哋而家好多做父母嘅基督徒父母係
係唔係將孩子帶到神面前，係帶到世界，但係約伯係帶到神嘅面前。第一章你睇唔到其他嘅細節，你淨係睇到佢敬畏神，你淨係睇到上帝稱讚佢。但係到31章嘅時候嘅約伯咧，你就好清楚發現原來佢大部分嘅侍奉係放在人嘅身上。譬如佢話我隨便讀嘅啫，係呢個約伯記31章21節。我若在城門口見有幫助我的，舉手攻擊孤兒，情願我的肩頭從盤骨脫落，我的膀臂從羊齒骨折斷，亦即係一個幫助過約伯嘅人去欺負孤兒，但係約伯唔會因為佢幫助我就唔理，佢仍然係要幫助嗰個被攻擊嘅孤兒。佢仲有好多嘢，全部係作喺人嘅身上㗎。佢話佢養育嗰啲嘅孤兒如果冇同我同食飯嘅時候咧，我就唔好啦。等等佢係先講一大堆嘅，所以亦即係佢全部嘅服侍擺喺人嘅身上。對孤兒、對寡婦、對有需要嘅乞食嘅人，佢唔會辜負佢；對客旅，佢要接待。呢個係真正嘅服侍。所以第一章你睇到佢敬畏神，睇唔到其他乜滯。但係到31章你睇到嘅，原來佢嘅敬畏神係作喺服侍人嘅上面。所以今日如果你話你愛神，你敬畏神，請問你對人嘅服侍有幾多？當然啦，約伯係有能力、有財富，但係佢點解會有財富？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願意施捨出去。一個願意施捨出去嘅，上帝會賜福俾佢，就好似1/10奉獻一樣。今年話俾我哋聽一句説話：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耶和華必償還。如果你憐憫貧窮，如果你將你嘅財富分出去，你越分越多，奉獻1/10一樣。你奉獻越多，上帝俾你更多。但呢個道理我哋唔明白，所以我發現澳門好多人唔中意11奉獻。呢個係失去咗呢個福氣嘅機會。上帝從來唔準人試探神，但係喺11奉獻上，佢話：你試下我啦，以此試試我是否將天上嘅窗戶打開，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即係話我哋奉獻時候都有人讀㗎啦，讀過呢節聖經㗎啦。所以我哋聽咗咁多，我哋要將神嘅恩典分出嚟，我哋要作喺孤兒寡婦嘅身上。聖經話俾我哋聽，神係孤兒寡婦嘅神。佢話你唔好虐待孤兒寡婦。如果你虐待佢，佢一向我祈求，你就慘啦。我就會幫助佢同埋懲罰你。所以神係好注重孤兒寡婦有需要嘅人。嗱呢個就話俾我哋聽，除咗孤兒寡婦係物質嘅缺乏之外，孤兒寡婦仲有一個屬靈嘅缺乏。佢係屬靈軟弱嘅人，佢
佢係邊緣人，佢係鄰舍，你就要特別照顧佢，而你就蒙福啦。好，最後我哋講一個實際，如果教會覺得唔應該講覺得嘅，如果教會知道關懷嘅服侍、愛嘅服侍、對人嘅服侍係不可缺少嘅，咁我哋就要檢討自己，教會有冇做得到？你能唔能夠設立一個關顧嘅部門，或者叫愛心小組，分配照顧被忽略嘅人，主動同埋開始去做。我哋唔要紙上談兵，要開始呢個事工。我哋教會係有一個叫做愛心基金，當然呢個只不過係金錢啦，係幫助弱勢嘅人。譬如一年有3節，端午節、中秋節、新年、農曆，我哋就會特別捐一下教會裏面有啲乜嘢弱勢嘅人，連節都過唔到嘅，我哋就會補助佢少少嘅錢。嗱，呢個係愛心基金，我哋教會成立冇幾耐就有啦。一路直到而家，但係呢個只不過係金錢嘅侍奉，你仲要設立一個係愛心嘅侍奉。大家有冇聽過咧？係我唔記得喺瑞士定喺邊度啦。佢哋有一個我唔記得個名，都係差唔多叫做愛心捐獻或者愛心銀行啦，或者叫做。就係你，譬如我要去嗰個某一個醫院，佢係會分配俾你嘅。有啲需要服侍嘅病人，你服侍佢1個月，咁就儲存咗你嘅愛心喺度。到有一日你需要服侍嘅時候，你就揾呢一個機構，咁呢個機構又會分配一啲人嚟服侍你。呢個係唔知係咪瑞士，我唔記得啦，係有咁樣嘅機構。但係我哋教會要做咁樣嘅嘢，唔係淨係愛心基金呢個金錢。金錢係容易㗎，但係你要服侍一個人，你要幫助一個人，用愛心嚟到幫助。所以希望我哋教會能夠成立咁樣嘅一個部門，然後禱告會嘅時候，我哋亦都為呢個服侍嚟到禱告，亦都設立一個專門嘅同工，對新嚟嘅人主動嘅聯絡、關懷、探訪。我1981年開始，30歲啱啱未出頭，就要呢個牧養一個教會，因為我係僆仔嗰陣，所以我就請教啲前輩，前輩就同我講：你如果要牧養教會，2樣嘢一定要做。第一樣嘢，每天早上要有晨更，喺教會裏邊舉辦。第二樣嘢，你要自己出去探訪。所以我聽入去啦。呢2樣嘢我都做咗。晨更係第2年5月17號開始，直到而家我走咗仍然係有。探訪每個禮拜探訪1次，所以探訪就係直接嘅關懷。你可以知道好多人嘅需要，亦都學咗好多嘢。因為每一個被探訪嘅專業我都學咗少少啦，而且呢個係教會最需要。我哋唔能夠淨係主日崇拜。有時我發現澳門嘅教會，除咗禮拜天有時加上禮拜六係開門嘅之外，其他都係閂門。
有啲教會我唔知你哋教會，但係我哋台灣嘅教會係每天都開門，你隨時有需要嘅人入嚟，就有咁樣嘅人入嚟我哋教會，就被我哋帶領成為基督徒。所以呢一方面嘅工作，教會一定要做。好，呢個結論呢，我哋一齊讀好唔好？預備請。教會的侍奉多是使用力的，但更需要的是愛與捨己的侍奉。教會不應有鄰舍，更不應有仇敵，這是我們要竭力避免的。好，求神幫助我哋。我講到呢度，我要介紹我所寫嘅第23本解經書。我已經寫咗23本，第24本即將出版。每一次出版都唔係澳門出版，都係台北出版，但係台北先運到香港，然後再由香港運俾我，所以經過多重嘅手續，先能夠得到呢啲書。而家我知道讀屬靈書籍嘅人越嚟越少啦，但係如果大家唔讀嘅話呢，到下一代我哋就失去咗好多屬靈嘅寶貴嘅真理。我係從大學開始一路睇屬靈嘅書籍，直到今天我都每一天抽10分鐘到15分鐘睇屬靈嘅書籍。呢個養成呢個習慣係需要㗎。呢本列王記上係從所羅門開始記載，北國冇一個好王，南國有好兩壞。我寫嘅書係唔係着文咬字嘅，係用普通嘅白話寫出嚟，所以你好容易睇嘅。只要你有小學嘅程度，我覺得都可以睇得明嘅，而且好容易吸收。好多睇過我寫嘅書嘅人呢，都覺得唔錯，並且有一啲佢要買晒我所寫嘅書。當然喺澳門不容易買得到，但係我知道有好幾個人喺台北嘅一個教會，佢哋用我嘅書嚟到做小組查經，然後之後佢話要將所有嘅書都買咗。嗱，唔係好多，23本，24本做嚟要出啦。每一本係150蚊，150蚊。事實上而家喺澳門唔算得係錢啦。你請一次人食飯唔會少過150蚊。就算你自己食一個大餐，可能150蚊都掹掹緊。你可以 M Pay 俾錢或者 cash 都可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多啲買。我去到一個教會講道，就帶列王記上15本，結果呢，過咗做散會嘅時候，突然有個消息，佢話我哋教會全部買晒，唔使你擔心。我希望我哋教會都可以做得到。呢個教會嘅人數比你哋唔會多好多，多1/2到啦，我諗。但係佢哋願意咁樣做，因為要支持呢個文字工作，呢個係好重要嘅。好，我哋做一個禱告。呢個書擺咗喺後面後。因為天父，我哋多謝你，我哋好多嘅虧欠，我哋話我哋喺教會侍奉你，甚至我哋係全職嘅侍奉你嘅，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忽略咗你嘅心意。我哋用我哋自己嘅方法嚟到侍奉，並且按實傳統嘅方法嚟到侍奉。但係我哋發現聖經裡面教導我哋嘅，有時我哋係冇做得到嘅。所以求神你將我哋失去嘅服侍再一次翻嚟，讓我哋有愛嘅服侍，有對人嘅服侍，讓我哋嘅教會唔會有任何嘅鄰舍同埋仇敵嘅產生。奉耶穌基督聖名求。
愛嘅人，我愛你。但係愛啲你嘅仇敵好辛苦，好難踏出第一步。有冇信心啊？求主幫我哋，有好多嘢，有好多嘅事情，我哋係要順服主俾我哋去經歷嘅。天父上帝，多謝你賜下恩典俾我哋，讓我哋能夠喺你裏邊領受你嘅話語。知道喺神嘅家裏邊，我哋更加需要嘅，去嚟到用神你自己嘅愛嚟到彼此嘅接納，彼此嘅相愛。讓我哋都要做剛強嘅人，我哋都要一齊嘅喺神嘅裏邊一齊成長，靠你幫助我哋，靠著你嘅恩典。我哋發揮你俾我哋嘅恩賜，我哋更加要發揮你俾我哋喺基督裏邊嘅愛。主啊，求你差遣我哋，更加喺教會入邊，我哋要切切嘅彼此相愛，讓我哋嘅愛能夠喺社區裏邊去發光，去作見證。求主使用我哋，願天父上帝嘅慈愛常常嘅充滿你，使你有神嘅愛去愛弟兄，去愛每一位神裏面嘅家人。願基督耶穌嘅恩典充滿你，讓你凡事都有力喺神嘅裏邊，能夠去服侍身邊嘅弟兄姊妹。願聖靈加添你力量，俾你智慧，讓你嘅話語有屬天嘅智慧言語去安慰造就鼓勵弟兄姊妹喺神嘅裏邊一同嘅成長。願天父嘅恩典充滿你，基督嘅能力圍繞你，聖靈嘅幫助充滿你，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讚美主，我哋冇錯，我哋現在有個報告。我哋再一次感謝何兆雄宣教士喺我哋嘅當中。咁我上一次咧我就有買咗箴言嗰一本翻去睇，睇到第5章。咁咧係冇人教我睇，所以咧後尾去到第5章嘅時候，我知道我應該係讀咗經文先再去睇咧，會更加好。係啦，咁每天瞓覺之前咧，我係睇應該係睇1章嘅，全部咁樣睇，令到我自己咧有好大嘅得着，真係好容易去明白經文入邊講嘅
説話啦，同埋道理。咁啊，今日我都係買咗呢一個，希望咧，我想問翻就係之前出嗰一啲，我就好想買翻全集。咁我啱先同我仔講，我話仔啊，我哋買晒佢，成為咧第日我哋家庭裏邊咧傳授俾你，再傳俾你嘅仔嗰一代，係啊，容易啲去明白啊嘛，係嘛？所以我覺得感謝神啊，多謝何長老，即係為我哋嘅付出。好，我哋教會咧有個心意。咁我哋都希望我哋教會弟兄姊妹啊，特別做父母嘅，將何長老咁多輯寫出嚟嘅書，成為我哋最寶貴嘅。但係啲仔女結婚就傳授俾佢，呢個就係最寶貴禮物，唔係龍鳳鈪啊！係啦，咁咧聽日咧就係家庭日，所以咧今日嘅聽朝嘅崇拜已經舉喺今日啦，培靈會已經進行咗啦。咁明天咧我哋可以同屋企嘅家人咧一齊去飲茶同埋陪伴佢哋嘅。咁7月嘅6號咧，主日崇拜之後咧就係深圳嘅訪宣營嘅前會，咁希望咧報咗名嘅弟兄姊妹咧準時出席啦，係啦。咁7月嘅6號主日下晝4點喺指導堂咧舉行澳門聖經學院第38屆嘅畢業典禮。感謝主咧，我哋無加利姊妹咧就完成咗基督教嘅研究文憑課程，哇，好犀利啊！係啦，好似啲碩士咁犀利啊！咁邀請各位弟兄姊妹代表我嘅心意去出席，因為我當日咧就喺吉隆坡嘅，係啦，咁啊祝福毛姐啦嚇，係啦，咁我哋好快希望聽到毛姐企上嚟呢個台咧去講道嘅。7月嘅21至22號有教好訓青少年生活營，及8月嘅8號同埋9號。有教好訓兒童生活營，係啦，接受大家小朋友嘅報名啦。咁啊邀請青少年同埋咧我哋親友嘅小朋友一齊去參加。7月嘅26號星期六下晝3點半到6點喺神召會會舉辦咧光明之子勇闖光明之地兒童佈道會嘅。咁邀請咧更多咧未信主嘅小朋友去參與啦，係啦，咁我哋本堂咧都會協辦嘅，係啦，咁亦都希望咧弟兄姊妹幫手宣傳啦。咁教會咧就為仲有冇人着件衫出嚟行？啱先有2個人着出嚟，冇人着件衫出嚟咁型，就全都唔着牛奶唔着，家陣你啱先你咪個個都着咩？做乜唔整翻個件衫出嚟？嗱，教會設計咗一件新嘅 T 恤，開始認購，我覺得唔使認購，每人1件㗎啦。每件咧就100蚊嘅，係啦。所有嘅資金咧將全數撥入妻傳基金會，鼓勵弟兄姊妹咧去買呢一件衫啦，係啦。咁所有嘅件數同埋尺碼咧，係咪揾你報名牛奶？後邊寫就得。哦。喂，你仲攞件紫色出嚟做咩？你又話唔做紫色，呢㗎係嘛？係啦，嚟俾大家睇下，打開嗰件衫，哇，後邊，哇，大家去揾邊個報名啊？自己報名係嘛？尺嗰個 size。我就着加大嘅。阿雲咪有冇加晒碼喎？佢要件加晒，阿雲有冇？要小童嘅大碼係咯。係啦，小童嘅大碼係啦，咁啊大家去嗰度去報名啦嚇。好，我哋家事代禱嚇。咁咧就第一個家事代禱咧，求主要醫治阿輝啦、慧玲啦同埋貴興嘅，求主咧賜下康復順利，求天父咧俾每一個嘅家庭都有力量啦、信心去面對，天父看顧每一個家人嘅。7月嘅13至到18號，香港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20位嘅弟兄姊妹咧嚟到我哋澳門，係咪呢一度？係啦，嚟我哋堅莊堂教會咧嚟到短宣嘅服侍，咁我哋為佢哋祈禱啦。15號晚上祈禱見證會，16號早上咧就社區服侍，即係喺呢一度幫手剪頭髮啦。冇剪頭髮啦。有另外活動。好，另外個活動，17號探訪老人院，18號攤位。兒童攤位入邊。
兒童攤位遊戲喺呢一度，係啦，求主咧賜大家身心靈健康嘅服侍。咁7月嘅19至20號咧就係教會深圳嘅訪宣啦。7月8月兒童青少年同懷同埋台灣宣教營嘅祈禱。好啦，咁我哋咧因為時間嘅關係啦，我哋喺自己個位裏邊為呢3個事項咧嚟到去祈禱啦，然之後我結束嘅。好，前有天父，我哋感恩你，多謝你。主啊，縱然咧，我哋看見阿輝、慧玲、貴興身體上有軟弱，但係主啊，我哋有你，你係最大能嘅醫生，求你嚟到去醫治，唔單止係佢哋嘅肉身，更加醫治咧我哋家人同埋病人佢嗰個嘅信心嚟到去面對醫治，嚟到去面對咧藥物，嚟到去面對咧醫生佢哋嘅關顧。特別我哋教會，我哋睇到同工，睇到牧者一一嘅時常嘅去關心關顧，哪怕咧縱然可能會好喺比較遠嘅喺廣州亞輝喺山頂醫院嘅慧玲就貴興，仲有我哋睇到咧，我哋係一家人。正如咧今天何長老所講嘅，我哋咧如果愛我哋喜愛嘅弟兄姊妹，我哋咧唔算得係真正嘅愛主，我哋要學習點樣去愛我哋嘅仇敵，特別就係我哋教會裏邊，我哋嘅鄰舍，我哋要忽略嘅。我哋喺學習愛佢哋呢個過程裏邊，我哋需要不斷嘅進步。感謝主，今日通過經文嚟到提醒我哋嘅忽略。主啊，亦都感謝你今日通過經文，通過咧何長老去提醒我哋嘅信心夠唔夠大？正如好似11奉獻一樣，我哋有冇真係相信神？你會傾福於我們，敞開天上嘅窗戶，令到我哋無處可容。將我哋單單喺你面前去説，我哋願意。將我哋相信你，願主賜下我哋咧，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特別信心。我哋依靠我哋天上地下最大嗰位嘅神，願神去祝福我哋，亦都願神去祝福我哋未來香港神召會元朗堂嘅弟兄姊妹嚟到澳門嚟短宣，包括喺祈禱會裏邊嘅見證晚會，包括澳門嘅社區嘅服務，探訪老人院、擺攤位，令更多周邊未認識你嘅社區裏邊嘅澳門市民能夠進入你嘅家裏邊，讓我哋咧到位嘅關心、服侍、關懷，願主祝福我哋，亦都願7月8月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兒童、青少年同埋深圳嘅訪宣，最後都願你咧親自嘅與我哋同在，無論我哋嘅出、我哋嘅入，都有住神你嘅恩典去帶領，令我哋去到每一個踏足嘅地方都成為一個福地，都有住神你嗰個嘅恩典喺當中，讓我哋咧去祝福每一個社區，每一個喺身邊
我哋接觸嘅，我哋講到嘅，撒種嘅係你，收種子嘅都係你嘅神。感謝你聽我哋眾人喺你面前嘅祈禱，我哋咁嘅禱告，奉我救主耶穌得聖名之祈求，阿門。好，我哋一齊站立，再唱我哋嘅祝福歌。